山哪吒古庙，庆祝哪吒太子3164年千秋，市山哪吒古庙建庙346周年系列活动。掀起来，那个脚，这个谁断？当时还议会，这个是基隆市市长。当时他每年都来，他因为台湾中南部北都很多人讲对我们这个庙是
门狮山哪吒古庙的神功宴，有啊，感谢大家的光临，交代不周。你打门呢？因为条件的关系，让大家很热嘛。但是呢，热情是挡不住的啊，特别是来自台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上海、城隍庙、常州的朋友们，澳门庙宇间的朋友，还有楼上那个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工商献举，做那个神功宴，希望大家吃过神功宴，大家一家人身体健康，在座的每一位功德无量。我就不讲这么多了，大家慢慢吃啊，慢慢交流。我在这里呢也隆重的感谢中南办台湾事务部卢副部长光临，还有来自马斗太极宫的四富贵，还有中华两岸公庙文化促进会的刘忠义会长，还有台湾高雄道德院的代表陈泰华。还有澳门立法委员连续旭先生，还有旅游局的叶天长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贵宾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大家吃好啊，玩好，开心，谢谢大家。献寿头一拜。再拜，三拜，好，身体健康啊，功德无量，献。成功，功德无量，不下不强，身体健康啊。我哋有我哋而家上坐，屁股一打喝酒从马来西亚的，找对了，他们很挺我们的，好，感谢你啊，功德无量啊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啊，就这样，好，都是地方的士绅啊，执仙堂，交代不错啊，还有我们那个林家花园，就是那阿赵物，来自台东的，台东，还有我们台中部长来今天健康啊，谢谢啊，现在我们在赞美下一代，对，师生3个儿子高粱，有用的台铁那个，来啊，快点一瓶啊！来帮忙，一瓶，来，希望你们喜欢澳门。妈祖信使传承他，这个是我们本土。記住咩嘢？你們喺度做？沒有好去頂暗地，愈下卡愈青草啊！我都袂食你這個。这个正介紹，好，正介紹，好，我們中聯辦部長，好，感謝啊，我這邊啊，我講的，但是無聊。
大家好。
好，一拜再拜三拜，有請木恩學生陳東榮上蘇文。伏爾執金圈巡宮界，夫精翠斜又勝利，踏火輪拆世紛，情間雲幕賴神恩。根據澳門市山哪吒古廟15號地下，澳門市山哪吒廟斜巷21號地下，奉道本廟執行主席鄭權光領本廟眾弟子廟主事事務順旅行。奉道生恩捐金天運歲次乙巳年5月18日，恭逢安民護國哪吒太子降魔多法大天尊3164年寶誕，聖壽無疆，通氣合會奏明人等，聖王成行稽首頓首，虎福百百。復為輕州聖將滅就前鋒，威武堂堂安天下。一蕊蓮花化成莊嚴妙相，哪吒太子神光源，自勇自剛顯威盛，萬國際救脫疾苦十方。因逢寶誕敬備成殿，祈天護國賜福佑民，虔心慶賀備香花茶火，讚修之意。循道教之科儀，敬獻足能共秉丹山，自心上獻。聊表祝壽之際，恭祝哪吒太子聖壽無疆。今逢聖誕，天放瑞彩，地節祥和，萬順騰歡，十方同鬼木圖奇將之獻，為書言語恭敬之誠。復願大年無極，長春永存，悟道弘揚，萬國來同。浮行神恩瑞減，悉賜民生樂利，國運昌隆，無土不應，有感思通。聖時無災，百節有慶，家安澤吉，人壽年豐，諸為順美，萬事亨通。家運鼎盛，善慶極重，萬般如意，大放吉祥，繁言未數，總賴心香傳達，感疏長。文典天運歲次乙巳年5月18日，據疏發拜求情。有請本會執行主席鄭權光先生就位，弟子鄭權光請上香。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有請工場。弟子鄭權光請接令旗。風調潤，國騰安。弟子鄭權光請下位。弟子鄭權光請接寶璽。大吉，哪吒太子保佑。開印大吉，祈求風調雨順。國泰民安。你好，這邊。
上嚟見大家。OK。李國輝請上香，一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香。弟子李國輝請進寶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有請高大。有請各位行叩首禮，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禮成。恭請哪吒太子定期會見。恭請哪吒太子保使會見。叩首。禮成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功德無量，萬事如意。有請各位善信可以上香。拿高一点，拿高。我快啊！